係成件事。咁依家咧，我諗大家對於香港嘅經濟問題呢個共關注嘅做法先，因為始終呢啲經濟問題同翻即係中國嘅生產嘅水平啦，所以咧雙方都有少少需要上出嚟嘅情況嘅。咁呢一個就係中美嘅情況啦。咁除咗中美之後咧，其實美國咧同埋烏克蘭傾咗一段好長時間嘅談判嘅，最後咧都係簽咗嘅，咁雙方都即係得到嗰個收益啦，10%啦嚇。咁美國方面咧亦都係再追翻俾烏克蘭嗰啲軍事援助各方面嘅資助，其實都唔會再去追翻嘅。OK， 咁其實依家美國咧最需要係需要開翻嘅係呢一個烏克蘭嘅一啲稀土嘅資源，因為大家知道啦，其實之前打烏克蘭戰之後咧，其實中國已經限制咗大量嘅稀土係出口去美國㗎。咁大家知道其實咧一啲稀土咧產生一啲過價嘅元件啦，一啲電子嘅產品啦，必須要原材料嚟嘅。如果你話喺稀土嘅供應方面咧，中國限制嗰啲係嚴重影響咗美國嘅經濟嘅，甚至係軍事。你要諗下飛機啊、當鋪啊，其實所有嘅Sweet。如果你話我喺即係發展食物啦，如果你話大量喺即係好稀土嘅都會有影響，所以咧美國咧都係好想盡快咧去簽訂咗呢一個叫做擴散協議啦，最終亦都係簽訂咗啦。咁嚟緊咧，美國下一步咧當然就係要簽訂翻即係但係如果之後啦，再需要後市嘅發展啦，係因為美國嘅軍事即係包括大家需要太陽嘅走勢咯，係啦。咁另外咧，其實中國咧都係面對緊貿易戰，喺美國方面咧，其實都講咗，如果美國啦。